请问新船入水的时阵吼，都要弄破酒矸啊，是为着啥咧 ？A. 向天敬酒 ；B. 祈求平安，避免船难 ；C. 用声音吓惊海怪。你有40秒时间。 B. 应该是 B 啦。虽然我是海军的，但是我搁唔捌拄到新船入水呢。你这海军的，无啦，照你来讲应该是照你讲 B 啊 B 啊，应该是 B 啊。应该是因为迄个平安平安船难。一般，你若要向天敬酒，应该是爱摆暗道啦。哦，按对啊，爱用酒杯啊。对。这个 A 就无啊啦。A 袂掉嘿。什么是 C？ 啊，那 C 你感觉咧？但我感觉是 C 诶。你感觉 C？ 是哦。吓惊海怪。啊，小拍啊。袂，莫后边讲啦。来，祈求平安。我感觉 C 呢。我感觉 C 诶。因为你卡了有声嘛。对。你要祈求平安，无应该有足侪其他的方式啦。对，是。妈祖是那个。妈祖是安那？祈求平安的啊。你到底是祈求平安，还是用声音去惊海怪？是讲声音是就是下。会啦，嘿惊啦！平安拜妈祖就好啦。所以酒矸啊是会惊海怪啦。是。一句讲都袂晓话。我的答案是 C。好。用声音吓惊海怪。咱来看一下，用声音吓惊海怪，对唔对？咱够有机会咯！咱够有机会咯！你一定有什么会搁甲过去哦。来，这边机会来啊！弄破酒矸啊，迄就一定是有酒，对我感觉迄是一个艺术，迄是一个艺术啦。就讲哦，我靠天食饭，哎呦，对无？我甲伊敬酒，安尼，你感觉咧？有力，安尼有力啦，好啦，安尼大家拢同意啦，哦。试看卖啦，哦，试看卖，好无？打电哦。向天敬酒，向天敬酒，敬酒，对唔对？哎呀！我跟你讲，我有机会啊，你是唔是？无啦，无机会你老师啊。来，老师。这是古早因为要无即马现代即款进步的通讯设备啦。就是讲啦，万不你发生什么代志伫船顶，你唔知要怎讨救兵啊？要讨救兵嘛袂赴啊，所以就是若阵有发生什么代志时，就会加一寡信息，也是讲要交代话，放喺酒矸内底吼，看。迄个海水安尼甲送去甲岸边，会当互人知影讲咱发生什么代志。是，对。所以若阵讲敲破这酒矸就是表示都唔免即个，唔免酒矸唔免即个什么通讯，安尼表示无代志安尼啦。嘿，所以祈求平安啦，嘿，避免即个船难安尼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